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4年調查發現，本港自閉症成人全職就業率僅12%，高達65%處於待業或從未就業嘅情況。畢咗業之後，支援系統仲要繼續。71%嘅神經多樣性人士，特別是自閉症青年，揾唔到工。我哋團隊前線睇到好多神經多樣性人士第一份工就已經配錯咗位。其實每一位神經多樣性人才都有自己獨特嘅才能同潛力。而家科技咁發達，佢哋有機會用系統性嘅方法了解自己嘅強項，中意做啲乜，以及唔同職場環境對佢哋嘅實際要求。一開始行錯咗步，加上冇後續支援，好容易就會失業，職涯停滯不前，甚至倒退。對企業嚟講，呢筆重複招聘嘅隱藏成本，企業可能真係從來都冇認真計過。如果可以建立一套科學化嘅評估同配對機制，就可以幫神經多樣性人士做出更適合嘅職業決定。UpCareer 用遊戲學習技術結合遊戲設計原則同真實職場情景模擬，記錄低用戶喺模擬工作情景入面嘅決策、反應速度、處理方式等等。傳統問卷機制一般傾向攞到社會期望嘅答案。同時，應用 VR 同 AR 成本好高，好難普及。但係遊戲學習成本更低，就可以大規模推行，同埋準確捕捉行為數據。6大能力範疇同24項子能力，加上成個過程都有嘅8大工作態度，總共32個可以量化嘅維度。每個維度都有清楚嘅行為指標同遊戲化評分機制。工作態度唔係單獨測試，而係由用戶成個遊戲過程入面嘅每一個選擇同反應連續記錄落嚟，累積計算而成。呢個項目係由4個不同專業領域嘅機構合作建立同推動。前線服務同數據累積方面，愛傳遞係成個項目實際應用嘅核心。愛傳遞慈善機構有超過10年嘅神經多樣性人士職業服務嘅前線經驗，累計咗超過2000個服務對象。其中成功就業3個月以上嘅案例就超過100個。呢啲數據由第一日開始就為 UpCareer 嘅 AI 模型奠定咗歷史基礎，而唔係從零開始訓練。技術方面，我哋整合3家不同專業背景嘅科技機構，三者形成由評估框架、數據採集到模型迭代嘅完整技術鏈，確保系統由第一日開始就有科學基礎、技術可行性及長期進化能力。Armus Insight 係一間專門用 AI 嚟量度同量化人力軟技能嘅科技公司。佢哋嘅客戶包括咗大型醫療機構、零售商同埋主要嘅電訊公司，為平台提供評估框架同能力測量模型。Redmar Productions 憑住超過15年嘅實戰經驗，再加埋廣泛應用嘅 Blade 遊戲引擎，負責遊戲化評估同數據採集系統嘅技術實現，將軟技能評估變成可以大規模部署嘅應用程式。香港科技大學就一齊研發 AI 職涯推薦系統，透過追蹤學員畢業之後嘅職位保留率同職涯滿意度，建立成果回饋機制，持續優化配對模型，做到數據驅動嘅迭代升級。而家大多數職業配對工具都缺乏一個關鍵環節，追蹤配對之後嘅長期就業結果。我哋將真實嘅成敗數據翻去 AI 模型度。數據愈多，推薦就愈準，推薦愈準，成功案例就愈多，成功案例愈多，模型訓練就愈好。UpCareer 喺做職業決定之前就介入，而唔係事後先補救。我哋希望令每一個人喺踏入職場之前清楚掌握3件事：第一係自己嘅能力優勢同特質；第二係心目中理想職業嘅實際要求；最後就係兩者之間契合嘅程度以及自身需要提升嘅方向。為神經多樣性人才創造發展空間，讓社會企業嘅職位用得其所，呢個就係我哋搭建嘅橋樑。UpCareer 為神經多樣性人士家庭提供希望，為企業降低成本，為社會提供成效，呢個就係真正嘅共融。